會信喺左邊一個對幾個，咁傳個波出嚟，傳到安德魯一射，好波。會信聽斬個波出嚟，斬俾呢邊佢細佬 Edwin 聽，控定個波，鬥翻俾後邊會信州困下，又鬥翻俾 Edwin 聽 ，Edwin 心火朗定，一下咁就搞掂啦。L 開個角球喺左邊擺定一個內彎，摩根哎呀斜出啊！C 朗留到開個球，會信角球斬出嚟，線到後邊全部漏晒。左邊一個快攻，會信州拐個 Henry， 調翻入嚟中間大位，奇到一個烏龍啊！又係會信州，又係照板轉去左邊，出到就有啦！哎呀，中楣啊！輪到呢邊 Edwin 喺右邊揼行友去啦喂，無遮無掩射埋，又高出，又係左邊攻勢，左邊咁多攻勢，跟住攞安德魯睇定，灼個波埋嚟，頂高咗。又係左邊 L 個球，斬埋嚟入晒手都斬唔到，唔緊要，仲有吊個波入嚟，泰架攞到就肥仔啦，可惜嗰個唔緊要，丟翻個波，想俾翻後邊摩根唔要，留俾奇佬，吊個波埋嚟，哇甩手唔係揾啲咁嘅嘢嚟搞啊！安德魯解圍，要想立到個波，睇定前面有冇人啊？有人啊！Wilson 聽單刀，奇佬後邊追都追唔到啊！可惜斜出啊！始終啊，速度方面啊，奇佬係輸蝕少少嘅。手榴彈掟入嚟，漏咗 L 保中，哎呀可惜斜出 ，L 角球斬入嚟 ，Tony 又係高出啊！今日 L 好多角球啊！如果要選一個角球王，就真係非你莫屬啦！睇埋肥蟲呢個波又散到人。Wilson K 角位一個內彎，似樣啦！哇！呢邊不如過埋龍門，4-2，分個波埋嚟中間。Wilson 聽，哇！哦，錄低咗，犀利咯！哇，有做噶嘛？摩根立到個波轉身走射都好近㗎。